咁咧面對呢啲 sin 180減啊、270 cos 270加啊、tangent 360減呢啲題目咧，其實點樣做嘅咧？其實只要兩步就做到噶啦。第一步咧就睇一睇呢個數，睇下佢係180、270、360係咩數先。咁我哋首先要知道一樣嘢，逢親係180加180減、360加360減。咁咧個 cosine 好咧就唔會轉嘅 ，cosine 好唔轉，即係話 cosine 繼續係 cosine，sin 繼續係 sin，tangent 就繼續係 tangent， 係啦，就唔會變嘅。咁但係如果嗰個數字咧個度數係90度加90度減或者270加270減咧就要轉。咁點轉咧就係咁樣轉噶啦 ，cosine 會變做 sin 會變做 cosine，tangent 就會變做1/tangent。咁所以我哋第一個邏輯咧，其實只要睇一睇佢呢個數。嗱，其實點樣記嘅咧？你記住18咧就係雙數嚟嘅，36係雙數嚟嘅，雙數就唔轉。27係單數，9係單數，9就要轉，27就要轉。咁所以如果 sin 180度咧就一定唔轉，變翻 sin theta。cosine 270度咧就一定轉，變咗做 sin theta 噶啦，因為佢係單數。咁36咧係雙數，咁就照抄翻。單數又要轉咯喎 ，sin 就變 cosine。咁啊，跟住有啲特別情況嘅，cosine 負 theta， 咩叫 cosine 負 theta 咧 ？cosine 負 theta 其實即係 cosine 360減 theta， 係啦，因為你加多個360度咧係冇問題嘅，咁就即係變咗360減 theta， 係啦，呢個要死記嘅，因為360咧其實就係呢一個圖形嘅 period 嚟嘅，咁所以加360咧就真係冇變過，咁所以就變咗360減 theta， 咁360係雙數嚟噶嘛，雙數咪真係唔會變咯，係啦，雙數真係唔會變，咁啊 sin 都一樣啦 ，sin 咧就變咗360減 theta， 咁又係唔會變。tangent 都係 tangent 就變咗360減 theta 啦，咁所以就唔會變。咁但係問題係就係咁簡單啫咩？就係睇單雙數咁啊，仲有一樣嘢要做嘅，就要睇下佢會唔會變個正負號啦。咁我哋要畫翻呢個圖，呢個圖叫咩咧？呢個圖叫 CAST 係啦 ，CAST。咁呢個位咧就叫0度，呢個位就90度，呢個位就180度，呢個位就270度。咁所以喺90度嘅左手邊就叫90度減，90度加180度減180度加270度減270度加。咁例如第一題啦。sin 180度減喎，咁我哋望下先，180度減喺呢一格，呢一格裏邊咧 sin 係正數嘅，咁所以呢一個數咧就正數。跟住到 cosine 270度加啦，嗱270度喺呢度，270度加就即係佢嘅右手邊，咁係 cosine 係正數，咁所以呢一個都係正數。跟住咧到 tangent 360減，咁 tangent 360減咧360喺呢度啊嘛，360減咧就即係呢一格，咁呢一格咧得 cosine 係正嘅啫，咁所以 tangent 就會變負數噶啦。跟住咧就到 sin 90度減，咁啊90度減好好嘅呢一格咧，其實 sin cosine tangent 都一定正數噶啦。咁啊到呢三個 case， 呢三個 case 好簡單啫，全部都係360減啊嘛，即係全部都係呢格。而呢格咧就得 cosine 會係正數嘅啫，其他嗰兩個都會係負數嘅，咁所以就正負負就係咁簡單啦。